各位觀眾，你哋好，我係李文漢，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 Danny 同我就嚟到 Broga Hill 啦，其實都係 Danny 嘅意思，要過嚟呢一度噶。我講有冇搞錯？我都唔識爬山，而且呢度又冇嘢食。佢講你有所不知啦，好多人啊喺度爬咗山，就落去山腳揾嘢食。你知點解冇？事關呢度真係有好多嘢食㗎。如果你唔係過嚟 Broga 爬山，好可能你唔知道呢個地方係喺邊。其實 Broga 即係武萊岸，係一個小城鎮，位於靚京喺富容區。雖然呢個鎮係位於森美蘭州，反而佢嘅流行旅遊景點 Broga Hill 呢，就係坐喺雪蘭莪州。Broga 呢個名係從附近一條河命名嘅，原本佢個名係長啲嘅，叫做 Buragas。佢係一種森林嘅神話動物。另外一個傳說就係呢度嘅 Orang Asli 就跟一種山上嘅雀叫做 Broga 嚟改佢個名。呢個城鎮嘅歷史係好豐富。喺1851年，有一班來自耶魯布嘅客家移民就喺度落腳。以前 Broga 係屬於宋埃烏尊嘅管轄權，後尾喺1883年，森美蘭同埋雪蘭莪就要劃清界線。Lukut 係主義雪蘭莪嘅 Ulu Semenyih區，當然有包括 Broga Hill， 反而冇包括 Broga 鎮。話說 Lukut 係屬於馬來西亞最早期嘅石礦場，反而 Ulu Semenyih 只係一個原始嘅森林，而且係人煙稀少，多得有石礦嘅開採。Broga 就跟住發展啦。喺20世紀初，好多馬來西亞地區就改種樹膠 ，Broga 都唔例外。佢哋繼續種樹膠到今日，但係已經係小規模。喺1950年，馬來西亞緊急時期，根據 REITs 項目，英國政府就召喚993個居民，隔離佢哋喺 Broga 新村。3年之後，850個居民就逃走。可惜冚唪唥都被捉返，得到10日嘅懲罰。喺1954年，政府就喺呢個新村建立一間華人小學，當時有150個學生報名。唔講你唔知，其實我哋以前有首華人嘅愛國歌，叫做《馬來亞新生歌》，都係 Broga 新村誕生嘅。快上到2022年。呢個沉睡嘅城鎮就受到聚光燈下，點解呢？事關呢度要建立一個1500億 ringgit 嘅熱力泛化爐，呢個項目係計劃喺宋埃那楞 Reserve 嘅山腳，佢係一個日本同埋本地政府聯合嘅項目。如果起好之後，就變成亞洲最大嘅熱力泛化爐，一日可以泛化1500噸嘅垃圾。當時Broga 嘅市民就提出抗議，皆因佢哋驚有污染嘅風險，因為毒素會處理不當。喺2003年，呢度嘅市民就齊心合力同政府打官司，終於喺2007年，佢哋就成功停止呢個項目，而且政府要賠償佢哋1億 ringgit 嘅損失。講你都唔信。如果呢個熱力泛化爐得到合法，佢被坐喺 Nottingham University 嘅隔離，因為呢個大學喺2005年已經開始咗㗎啦。佢係由 Bowsit Holdings 同埋 YTL Corporation 成立嘅。呢個大學係有4500個學生，佢亦都係第一個外國嘅 campus 喺英國嘅境外。離開呢個大學冇幾遠就係 Broga Hill。佢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徒步旅行景點。其實佢嘅原名係 Bukit Lalang， 因為呢度係鋪滿白茅草。佢係坐喺 Banjaran Titiwangsa 嘅邊欄，高度係400米。佢都算係一個好容易爬嘅山。你上到山頂就欣賞到好靚嘅全景。如果你想要多啲挑戰，都可以爬多3個公里，上到675米高嘅 Gunung Tok Wan。呢個景係好特別，嗰套《Ola Bola》電影都係喺呢度拍外景嘅。
當然咁遠嚟到 Broga，梗係要探索埋玉峰石拿督廟。呢個廟都有150年歷史。其實呢個廟係為一位Orang Asli而起嘅，因為佢係呢個村嘅大恩人。聽講喺日本時期，佢有阻止呢度嘅村民被日本仔屠殺。原本佢係一個礦工，叫做阿曼，因為佢有好多華人嘅朋友，咁就改個華人名叫做阿石。喺1970年，原本嘅廟咧就搬咗嚟而家個位置。今日嘅玉峰石拿督廟已經做到好豪華，馬來西亞最高嘅孫悟空吊像都係喺呢一度。好多人爬咗 Broga Hill 之後就落嚟揾嘢食。一般喺假期冇內岸呢就會好熱鬧。想唔到呢個城鎮咁細都可以揾到咁多嘢食，唔單止係街頭美食，呢度都有好多講究嘅咖啡同埋餐廳。我哋專登工作日過嚟，唔想同人逼，可惜好多食肆只係假期至營業。呢度嘅村民一般都係客家人，佢哋係好親熱兼客氣。就算你唔係嚟爬山，都應該過嚟光顧呢度嘅美食。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就俾個 like 我，分享下。如果未曾訂閱嘅，就麻煩你訂閱啦。多謝你。我哋早上7點就趕到嚟 Broga，第一間美食我哋要採訪就係田園小站。而家還係早，好多美食係啱啱開門。我哋好彩，事關呢間茶室嘅老闆娘親自招呼我哋，店主建議我哋試佢嘅招牌老鼠粉。好奇怪 ，Broga 嘅老鼠粉就係瀨粉嚟㗎。呢個乾撈口味係有落豬肉碎、叉燒同埋炸雲吞，果然好惹味。我哋睇見呢個飲品嘅名咁特別，就嗌嚟試下。基本上呢個咖啡係有2層，佢建議我哋冇攪佢，直接用飲管嚟啜。呢杯嘢啊，係叫做初戀情人，即是又甜又苦咯。我哋行過去對面嚟到呢間生鳳凰茶室，除咗粉麵，佢哋都有提供雜飯，當然都有沖茶。呢位姓林嘅店主講，佢哋都喺度經營咗10年，一直以嚟佢太太同埋老媽子都有出嚟幫手。除咗洋料，所有嘅食物都係佢哋自己煮嘅。反而我要食豬腸粉，皆因睇見啲洋料好正，佢哋都幾講究，要淥過啲腸粉俾佢軟熟啲。一般呢個美食係全憑甜醬同埋辣醬，唔知佢哋又點呢？一般我嚟到一個新地方，都係先去巴室巡下。不過呢個巴室係冇賣菜，反而係拎嚟做美食堂。人哋講嚟到 Broga 一定要試呢檔雲吞麵。我覺得 Broga 係有啲可愛，皆因每檔麵食都有提供板麵，佢哋都唔例外。呢位姓傅嘅檔主都喺度經營咗7年，佢嘅生意應該係唔錯，因為佢2個仔都有出嚟幫手。我而家知道點解佢嘅雲吞麵係咁受歡迎。事關啦，佢係有落豬油，好似百都百克嗰間出名嘅雲吞麵。不過呢檔雲吞麵嘅料係完全唔一樣㗎。呢個雲吞麵啊係有啲特別嘅喎，佢係放魚餅啦、肉碎啊同埋瘦肉嘅喎。不過好彩啊，佢有豬油渣。
我哋嚟採訪呢個食堂嘅 ABC，其實呢檔雜雪都有零售炸料，只不過假期呢就會提供多啲口味。呢位姓林嘅檔主只係疫情之後至開始營業，但係佢講呢個檔口都有65年歷史，佢都算係第3代接班人。反而佢而家呢就揾佢嘅外甥出嚟打理呢盤生意。講起嚟，我真係好鍾意食雜雪。我記得小學時收到我返學1毫子嘅零用錢，就拎晒佢嚟買雜雪。嗰陣時一碗雜雪只係1毫子，希望佢哋嘅雜雪有保持以前嘅古早味。其實呢個巴室都好細，改咗嚟做食堂，只可以擺3個檔口。以下呢個雜飯檔應該係唔錯，因為我哋睇見有幾個人從小妹益過嚟打包佢嘅雜飯。一般雜飯都係做街坊生意，人哋係唔會走咁遠嚟幫襯，除非呢個雜飯係好有水平。呢位姓吳嘅檔主都喺度經營咗15年，佢講呢度嘅餸冚唪唥都係佢家姐煮，我覺得佢嘅餸係唔似一般雜飯嘅餸，皆因佢係有客家口味。我就叫檔主隨便揀幾個餸俾我，當然唔要食飯啦。呢個唔係客家洋豆腐，係洋雞蛋。我哋行過去對面，嚟到呢檔良記，其實佢哋嘅麵食係最受歡迎，尤其係佢哋嘅招牌客家麵。雖然呢位姓張嘅檔主有推薦呢個口味，但係我都係揀蝦米辣椒板麵，因為啲板麵係自己做，而客家麵呢係過碼嘅。檔主講呢個麵檔只係開咗12年，但係佢個老豆就喺呢個單位開咗佢嘅茶檔有30幾年。板麵我就食得多啦，但係蝦米辣椒板麵都係第一次。檔主真係客氣，私人整個瓦煲老鼠粉俾我哋。Danny 講整個 Broga 最好食嘅麵呢，就係呢一度。我哋要開車行1.6公里去石拿督廟附近，嚟到呢個果園兼餐廳，叫做榴蓮樹下 Orchard Hill。整個地方係裝飾得好優雅，佢真係一個好理想嘅打卡地點。佢亦都有帳篷嘅客房出租，讓你享受日落。可惜而家唔係榴蓮季，暫時係冇榴蓮食。呢度你所見嘅生果都係道具嚟㗎，不過都冇所謂。食慣呢度的確係有好多嘢食，最受歡迎呢就係佢哋嘅打邊爐。不過我哋只係嚟欣賞下呢個環境，順便嚟嗌啲甜品同埋飲杯嘢啫。今日我哋嚟呢個 Orchard Hill 係想食榴蓮嘅，但係都未榴蓮季，食住羅啫先。我哋行返落去山腳，嚟到呢檔男朋友椰子冰沙，佢哋亦都有提供芒果同埋菠蘿嘅冰沙，不過主題係椰子。我認為佢哋係整個Broga最好生意嘅一檔。我哋坐咗咁耐，睇見啲客戶不停咁入嚟。呢位來自沙拉瓦嘅檔主阿滿都喺度經營咗12年，佢好謙虛同我哋講。佢嘅冰沙秘方都係馬六甲 Glebang 嗰檔 coconut shake 啟發俾佢。
佢顯示以前佢同佢嘅丈夫開始呢檔嘢嗰陣時，佢還係男朋友，所以就改呢個名咯。我覺得呢個椰子冰沙還好飲過茄芒果間，檔主還有醒一粒椰子俾我哋。我哋行過對面過嚟呢間甜品，事關冰沙嘅檔主講呢度有蛋茶糖水食。Danny 好緊張，事關佢喺 KL 好耐都揾唔到呢個糖水，可惜今日唔係假期，佢哋冇提供咁多口味，只係紅豆沙、黑糯米、番薯糖水同埋一啲包啫。呢位檔主阿慧同佢嘅家姐只係喺度經營咗2年，其實佢嘅家姐都好本事，有提供訂做嘅蛋糕。我哋就嗌紅豆沙，因為佢有落陳皮。雖然呢個步驟係好基本，反而好多 KL 個紅豆沙都冇落佢。呢個紅豆沙好香陳皮味。未返 KL 之前，我哋要探索一間靠近 Broga Hill 嘅海鮮樓。呢間 Herberland Seafood Restaurant 真係好有風味。佢係坐喺一個森林保護區，離開Jalan Broga大路1公里。呢個餐館係好獨特，佢哋係自己種菜同埋養魚。我哋真係好彩遇到佢嘅老闆兼廚師 Steve Chan 親自招呼我哋。今日所有嘅餸都係店主介紹嘅。第一道菜呢，就係一支骨，佢係 melt in the mouth， 好食過叉燒。第二道菜就係店主親自煎嘅蛋，想唔到原來煎蛋都可以咁好食。第三道菜就係江西湖頭芹魚鍋，雖然佢係用非洲魚，但係佢嘅湯係鮮甜到冇得頂。後尾店主就邀請我哋入廚房見證佢炒一個出邊好難食得到嘅3層柳米。話說 Steve 唔係做廚師出身嘅，以前佢係一個飲食成分嘅供應商，但係因為佢太痴迷飲食，結果就求靠一個老師傅，其餘嘅就係歷史。呢個3層柳米 Danny 同我都冇食過。呢個3柳米啊，菜單揾唔到㗎，係事頭親自炒俾我哋食嘅。後尾 Steve 仲要請我哋飲椰花酒，我未飲過咁正嘅椰花酒。Steve 講呢度還有好多嘢食，一定要帶屋企人嚟，至食到多啲嘢。